魚人參陳皮的秘密。魚人參嘅陳皮嚟自廣東新會，係當地嘅道地藥材。當地嘅地理環境同氣候特別適合種植金桔，產出嘅陳皮品質上乘，所以當地亦都被稱為金之鄉。正宗嘅新會陳皮顏色金黃透亮，油胞分布平均。其實陳皮嘅味道係會隨住陳化年份而逐漸變淡，所以越香嘅陳皮代表陳皮嘅陳化年份較短。雖然陳化年份較長嘅陳皮聞起上嚟冇較短年份嘅陳皮咁鮮香，但係味道同埋藥效都會更好，價值亦都更高。揀陳皮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睇顏色。假如顏色過分深色，咁代表陳皮可能經過茶葉浸泡上色，而唔係經過天然陳化而成。另外，亦都要注意，陳皮聞起上嚟唔應該帶有酸味、霉味或者唔自然嘅香精味。魚人參嘅藥材每批都經過仔細檢驗，確保藥材嘅品質安全。想揀優質有保證嘅陳皮煲湯、煲粥或者泡茶，記住嚟魚人參買啦。